新北市万里早起一台载更调的拖帮车转弯落架时阵，和国光客运相撞，造成1个人死亡，14人轻重伤。这礼拜六就是大罢免投票，中选会表示，若准县市政府宣布停止上班，这个地区也会随停止举办投票。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3夜新闻，我是嘉豪。讲到新北市的万里呢，早起发生一桩车祸，有一台载更调的拖帮车，伫咧转弯落架的时阵呢，和规台坐满满的国光客运相撞，造成1个人死亡，14个人轻重伤。警方初步调查，怀疑讲这是这拖帮车是触向到对向车道，也那详细原因，佫需要厘清。 监视器画面看到国光客运伫转弯的所在，互对向开来，用运客运的拖班车大力甲弄落去。车道顶面载更条，一个拢喷到大路，后壁骑车的人赶紧撇向正边闪开。逃过一劫，国光客运顶面的乘客想到车祸当时的情形，感觉是真恐怖。就是先被撞，然后玻璃就全部都碎在车上，然后我们原本是想要走前门下车，但前门就其实已经被卡住了。 警消到场了后，赶紧抢救，拖班车司机掉伫内底，是当用机械才个人救出来。这车祸是发生伫23早起7点50左右，新北市万里区的庄仔厂公车站摆头前，新北消防局赶紧启动大量伤者救伤机制。事故当时，客运连接司机有41人，除了27个人无啥要紧，家己离开，其他人亲像拖班车司机，也有国光客运的司机甲乘客，总共有15人送医。 其中一个39岁姓余的乘客送医急救了后不治死亡。我们初步调查这台大货车是在下坡路段疑似失控，那偏离了它原本的车道，驶向对向车道，然后撞上迎面而来的公车。 事发当时，死者是坐伫车头一排，边仔座位无坐人，客运向互大力弄到，挡风玻璃拢碎了了，车内更加是混乱，四个拢是碎片甲废料。因来国光客运这司机过去无相关违规记录，国光客运讲公司已经成立专案小组，会全力来协助这死伤者。不管怎么目前的状况怎么样，都会对伤患死者做一个最争取最好的一个照顾。看落去调查，拖班车司机是靠行中华一间交通公司，车籍是正常。最后一摆检验的日子是今年6月25。司机当时初步了解是无违规的代志，不过规个事故，拖班车是不是违规超载，也个详细造成事故原因，检警进一步来调查。也呼吁民众若是有亲目睭看到事发经过，应主动提供行车记录器影像，协助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宜兰苏澳一大间家厝昨发生火灾，造成2名印尼籍移工死亡，其中1名查甫移工呢，伊腹肚内面有囡仔，拢总有3条人命，就安尼生着来无去啊。根据警消人员的调查，这导火点是伫咧1楼停电动奥多巴的所在，敢是因为伤过济台电动车做伙来充电，才会造成导火烧咧？这部分佫需要调查。 火调人员翕相要查出导火原因，因为这栋位置宜兰苏澳店苏平路的民家厝昨发生火警，造成2名印尼籍移工罹难，其中1名查某移工也有生7个月，拢总夺走3条人命。细厝的印尼籍陈小姐向火调人员指出，导火亲像是伫1楼电动机车停的所在，现场有大量电动机车咧充电，感觉就是导火原因，也爱调查。根据附近居民表示，上周前有提供机车充电个收费。起火处可以很明确是在1楼，那至于哪个方位，我们要再进一步厘清。我之前怀疑说他是不是给我分租，因为我房子已经租给他，我总不可能说半夜闯来这里检查啊，我白天来是都没有看过的。厝头家也高调关心，表示厝原本要卖，唔知影细厝的陈小姐搁将厝分租出去。我看过1楼停满电动机车，拢有苦碰过，也毋过也是发生危险的代志。我们会联系相关的慈善团体来帮助不管是承租人或者是罹难的这2位印尼籍的这个外籍的劳工。我们行政单位的部分，我们看情形给予一些必要的补助。另外2名印尼籍死者，男性是合法移工，伫工业区工作。有新的女性是最近由家机关通报失联，目前无雇主，公部门会通知家属，鼓互因必要协助。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今年第7號風颱環蘇哥早起8點的時陣已經結束風颱啊，預估會向琉球南方海面去，拜4、拜5上接近台灣，北部地區會落大雨，然後中南部是過頭了後會落雷公雨。氣象專家也提醒講，目前還有低壓帶，最近就可能會同時出現3粒風颱。中選會也強調講，若種風颱來到位，地方政府宣布停止上班，迄個地區呢就會停止辦理投票。位於菲律賓東方海面的低氣壓已經在拜3早起8點成組，今年第7號風颱環蘇哥，有估會繼續向琉球南方海面行。在伊繼續向西徙動的過程中，受限環境條件，拜5報名到拜6可能都會減弱會。熱帶性低氣壓進入到中國甲馬祖一帶，拜4、拜5這2日是上倚近台灣的時陣。在25號的晚間會來到台灣北方的海面跟東海南部的近海這個地方，因此到時候在24到25的時候，帶比較偏北風或西北風的情形，北台灣下雨情況，基隆北海岸北部地區要注意會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情形。中午過後，午後雷陣雨的情形也會比較大，會放在中南部地區，請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在天氣上面的變化。目前西太平洋當處於季風低壓活動期，一旦條件適合，就可能真正發展做風颱。氣象專家嘉信向表示，未來1禮拜的天氣系統主角就是活動的季風低壓區，除了環蘇哥之外，熱動擾動 99W 甲熱動擾動 98W 攏無排除有機會增強為風颱，不過對台灣影響較細，可能出現3颱同齊。至少在3天左右可能會有3個颱風在熱帶裡面存在的一個狀況發生，並不算罕見。以我們現在的情形來講的話，就是先關注這個第7號颱風它的移動跟趨勢，我想是比較關鍵。氣象署提醒，除了最近幾日愛注意斷電發生，23這日起拄到天文大樓，台南、高雄、新北、基隆、宜蘭。在保留期間，沿海第7街的地區愛注意海水倒灌造成的積鹽水。公視新聞採訪報道。罷免24位國民黨立委含新竹市長高虹安的投票，這個禮拜六就要進行。今早起呢，這2日攏繼續在咧催票，就一寡國民黨立委登到選區繼續宣傳，不過就去互罷免團體集結，這電視說明會攏唔來，敢是心虛唔敢面對選民。726風雨無阻，踴躍投下，不同意罷免。7月2日罷免投票剩72點鐘，國民黨台北市議會黨團甲市長蔣萬安替家己的立委徛佇路口催票。另外一邊，民進黨立委黨團同款動員挺罷免團體，兩邊敢若讓差不多600公尺，互相在慶幸。最後倒數哦，我再次呼籲所有的民眾，全台北市不管哪一個選區，全部出來投不同意罷免。無論如何，風雨無阻。罷免投同意，反共更有利，台灣需要你。下架不是任的立委徐巧芯，罷免徐巧芯就是罷免傅崑萁。台北市罷免第熱戰，不過罷免新北南委梁智倫、林德豪的團體是不滿，互人頂處理。昨日公辦電視說明會，2個人攏無到。罷團這期無甲選民放在眼內，林德豪是批評林含仁收分動員背離民主。人民問你們的問題，你們為什麼不敢回答？為什麼你們不敢出席？寧可去公祭？那種人我不必跟他講什麼，因為我認為他一點理念都沒有，跟他講。這屆專台為因那委甲市長上罷免投票的新竹市，民眾黨主席黃國昌嘛甲田正謙、高虹安批評罷團對社會無利益，顛倒看若被合作的立法院推殺復國利民的法案。對於民進黨想要專制獨裁這樣的野心說不，捍衛台灣的民主自由，我相信是每個公民的責任。過去1年，國會推出種種毀憲亂政的法案，健保制度就有可能因此而崩潰。我們做這一代年輕人的父母，難道我們不為下一代的子女去着想嗎？對投票日的晚近，新竹罷團除了招青年7月2日回鄉投票，也呼籲民眾把握時間甲長輩溝通，做伙站出來，讓國家繼續民主，讓新竹重開機。記者採訪報道。關心南台灣，這行政院正式講，副院長徐麗君帶關稅談判團隊已經再去到美國華府準備新一輪的協商。兼任民進黨主席的總統賴清德今日在咧中常會強調，台灣的團隊會維護國家和產業的利益、國民健康和糧食安全等原則，達成台美博弈平衡。那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是認為，不應該烏想作業，愛讓民眾了解台灣的牛多一部分。
前一日，行政院经济发展委员会召开顾问会议，全部看到副议长戴立军的生影，正义证实戴立军已经佮带领关税谈判团队去美国华府进行第4摆的实体协商。我们持续秉持深化台美经贸关系、双方互利互补的2个原则进行谈判，也期盼能够完成维护国家利益、守护产业利益、守护国民健康、确保粮食安全等4项任务，达到促进台美双边贸易平衡。行政团队用开诚布公的方式，我们不必全部都说，但是有一部分一定要早一点，让产业、让我们国人知道我们碰到的困难是什么，我们准备让的是什么，我们可能牺牲的条件是什么。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呼吁对美谈判无应该互相作业，由于川普宣布日本对顶关税为25%降到15%，加做目前亚洲国家中上低税率。不过条件是对美国开放市场，也让各界更加关注台湾的最后税率。从那个24降到15嘛，降9个百分点。那如果我们台湾是比照办理的话，那我们会从32降9个百分点，那结果就是23。我们的谈判团队看看是不是能够再拿出什么样的一些筹码来说服川普。学者分析，日本的谈判条件比台湾好，台湾关税可能落在20至25%之间。前经贸办总谈判代表郑金忠2日参与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线顶座谈的时表示，希望美国认可台湾配合的态度，继续推进谈判，也对咱国政府提出建议。If I'm still working for the government, there are 2 things I would do. One, I think would tighten up this transshipment market access issue. Can have more rooms, but we should be able to do it. 共同舞会前美国财政部副助理部长塞瑟斯认为，台美的贸易谈判有真侪重点，包括转换生产地、半导体扣税、加代票汇率等，有可能无法度伫8月7日进前做出结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高雄林武行透早呢，有一台轿车冲过红灯，果无要接受警方的临检。这警方是695公里外，嫌犯家己去弄到这路边的变电箱，才停落来。这站意外也造成附近400多户失电1点钟。警方表示讲，这车顶有3个人，有2个是未成年，而且一个赛车的驾驶敢若15岁尔。伫咧车顶呢，要找到毒品，目前也等咧了解案情。前方车辆立刻靠边停车受检。仁武分局大花所警员一路放送开警报器、起喇叭，要求嫌犯停车受检。因为嫌犯伫建工路冲红灯，警方查车唔停，一路就来到定清路车，嫌犯家己弄到路边的变电箱才停落来，加在人就有轻伤。趴下！趴着！车上几个人？还有没有人？没有，几个？3个。车顶拢总有3个查甫人，其中2个是未成年的学生囡仔，赛车驾驶敢若15岁。警方当时也找到2级毒品、僵尸混蛋、还有其他面甲假背包。因为嫌犯无照驾驶、骑检逃走、佮沿路冲红灯等等，警方除了依法罚上悬126000块以外，也对嫌犯验尿，厘清是毋是有贩毒赛车情形。车内查获多项违禁品，检警依现行犯逮捕3名男子，针对无照驾驶、危险驾驶、拒检逃逸、未依号志行驶、闯红灯等交通违规，自担举发。汽车上带电的变电箱弄甲庆烟损灯，也造成附近沼青区甲凤山区有部分的路段大约455户失电。台电紧急处理，大约1点钟左右陆续复电。伫凤山区冰山街开早餐店的头家讲，才拄要开门做生意就跳电，好佳在无啥影响到。恁开始做生意啊？拄要开门啦。有影响到恁无啊？无啦，那很早，应该大部分人都没有感觉。受影响用户有455户，经加派人力进行抢修，暂时先隔离事故区域，转供电源，于5时55分与全部完成复电。因为早起已经将事故车辆先调离开现场，台电表示已经派人在进行设备抢修，因为有对别的线路先送电，因此未影响到民众的用电需求。记者郭家祖、赵雄高雄场报道。屏东满洲乡的海边啊，加漏水呢，昨有一个57岁查甫人起下生水，人说互海涌假期到今也未找到。这海巡署也提醒讲，这几天受到热带性低气压的影响，南部海域是无啥稳定，要生水就要特别注意。
救援人员驶着手灵船伫海面来回敲吹，海巡人员嘛伫海岸一边行一边注意海上状况。这是屏东满洲乡嘉乐水，昨日下晡，一名57岁姓张的查甫人到港口溪耍水，伊想要搁较挖进海口扣石头，煞无注意，互海涌夹去。张太太伫岸边一直等无红晒，随敲电话报案。消防局紧急出动6台车、2只船、1台无人机，总共11个人去现场救援，毋过拢找无人。救援行动23透早8点继续，消防人员嘛骑水用奥多摆斗找，到中昼也是找无着人。根据了解，这名姓张的查甫人是新竹一间工程公司的负责人，要带厝内的人到垦丁佚佗，结果发生意外。一名男性民众于屏东县满洲乡嘉乐水港口溪出海口处，因戏水未安浪况遭浪卷走，天后潮汐及浪况不佳时，请远离岸际，以为自身安全。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指出，港口溪出海口的风影，这2家悬度拢有超过1公尺，因有插红旗管制，禁止民众落去海里耍水。海巡署嘛提醒，这阵仔南部海域受到风台外围气流的影响。风影较无稳定，天气变化足紧的，若要到海边仔活动，爱注意安全。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来看这新竹县的中正国小，最近当咧做工程完工了后呢，吊车经过篮球场，这涂骹煞雄雄落落去，加在即马是休热无人受伤。目前先管按摩涂补起来，教育局也讲会找厂商，佮再来检测。不过机关是认为讲这校园的地基已经有风险啊，建议就要挖开来检查。吊车链啊，踏入去坑内底，即坑是伫咧学校内底。因为新竹县中正国小趁休热咧做厝顶的排水工程，完工了后，吊车准备要走，经过篮球场的时，涂骹雄雄踢一个大窟窿落去，加在无人受伤，管府也赶紧派人抢修。你会不会担心小朋友在学校安全啊？会啊。怎么样？那边也是很安全，我看那都是上面的那个都是那个很软的。学校正进行天沟改善工程。那改善完成后，吊车要驶离，就陷入了那个下陷处。尽速将下陷处予以警示围篱，并紧急处理后续的那个下陷的改善范围。那学校也另提出篮球改善的计划。有新竹议员讲，去年学校做整建工程的时阵，就捌挖出建筑废弃物，后来甲教育局提出篮球场整建计划。想要到计划还未通过，就出问题啊！议员就呼吁县府得要重视校园安全。操场，它在去年进行整修工程的时候呢，也就发现了，就是说有相关的废弃物回填的一个状况。为了学生的安全呢，应该要进行全面的开挖工作，那么来保障学生的权益，同时呢，也要进行整个这个地基的检测。教育局指出，目前是先管安蒙图紧急抢修，后续会调出相关资料，找厂商找出原因，也检测其他有疑虑的所在，确保师生安全。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来看台中有民众指控讲，昨暗伫咧北屯海天桥人行道散步时阵，去踢到一支电火条啊，说下伊就要填一针。系因为当地当咧进行这美化改善工程，民众质疑讲，这市政府有过失。不过建设局讲，迄毋是因的物件，已经有先甲刷走啊，也有报警才要来追查。陈小姐怪正今日记者会现场，伊出面控诉2日暗伫台中市北屯区上德公路一段的海天桥人行道散步时，踢到一支乌白弹的路顶，现场无任何警示标志。造成伊正脚的推倒受伤，填12针。走路走一走，路上突然来了一个那个路灯的那个杆子，而且我就撞到他，流血啊，缝了11针。当下我心里想说，万一如果是老人跟小孩，看要怎么办？登到事发地点，当地当咧做台中市府和客户花甲经由景观美化改善工程。工程单位23早起伫人行道更塑夹笋，海边将受伤的路顶已经无看。台中市建设局表示，协助了后随到现场勘查，初步判定毋是建设局工程的路顶交通副局顶料件，已经将路顶刷走，避免各有民众受伤，搁报警查办，赔偿责任归属。本局立即派员至现场勘查。初步研判非属本局工程料件，为避免再有民众受伤，已立即将杆件移至
同时也报警查办，持续厘清来源及责任归属。这支野树的路顶，和市府刷到司法地点附近工区的路边，经过媒体翕了后，是由建设局工程包厢再造。台中市环保局表示，若确认这个物料是工程废弃物，行为人会当以废弃物清理法罚6000的罚金。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国防部为了要强化军官士官心理健康韧性，营造友善职场环境，参考公务人员请假规则，预告要修正国军官士官请假规则，替这军士官增加3天的薪薪调息假，唔免证明，而且在顶时也袂当拒绝。创下历史上上长的10天9暝汉光41号演习落幕，部队无分日夜极限练兵，合作强军进犯。不过因为军中当年的高压环境，国防部为了强化军官士官的心理健康韧性，即阵预告修正国军军官士官请假规则部分条文。军官士官当年增订3天薪薪调息假，明定宽照主官袂使拒绝，而且唔免减负证明。修正条文课证公告收整意见中。让国军弟兄姐妹自己感觉到需要休息一下、喘息一下的时候呢，可以直接请假休息3天。那而且明定主官主管不得反对干预立委肯定国军营造友善职场环境，国防部回应是参考公务人员请假规则，同款嘛是今年增订3天的薪薪调息假，全国差不多32.3万公务人员得到好处，目前已经送考试院审议，上紧今年年底前上路。必须注意的是，国军这届的新增加薪薪调息假，敢若适用军士官，基层士兵无包含在内。编线比有4%几的、5%几的、60%几的。离标准的80几差得非常远，这代表什么？很多事情没有人来做，那一定会影响到正常的休假，连正常的休假都被影响到了，你还要再加3天的假，这要看我们国军各单位、部队基层执行起来有没有困难。另外，对于发放慰劳假补助费这个条件，国军也参考公务人员的规定，原先军士官当年累计请慰劳假7天，会当请领慰劳假补助费。新规定改做至少要请10天才会当请领。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也未开放中国人来台湾观光，所业者用诈骗变造等方式，伫咧社群平台讲会当替因办商务接待证。移民署进前就掠到一个非法集团，一年协助上百名中国人来台湾观光，这赚的钱呢超过500万。另外，也有一名中国盲情用商务名机来到台湾，说伫咧汉光演习期间开直播，外界也接机会有国安记录，即马国安单位也等咧甲查咯。伫社群平台一直宣传做伙去台湾，有中国盲情制造影片，假讲会当代办1年无限届往回台湾的商务入台证，吸引中国人以商业名义来台佚佗。不过事实上，两岸观光还未全面开放。移民署之前有查到一件假商务交流非法代办集团，拢总18人，透过变做文件等方式，一年协助至少120个中国人来台非法佚佗，估计不法所得超过500万台票。本案由张姓大陆籍旅游业者招揽境内不肖业者，以伪变造申请文件方式，协助大陆人士非法来台，并从中谋取高于官方规费60倍之暴利。专勤队表示，社群小红书有不少教学文章，指导中国民众用假的商务活动来台湾，不法的业者协助伫台湾找龙头公司做邀请单位，佮互中国人假造是商务人士非法来台。真正嘛发生一个中国盲情，好亲像嘛是用假商务名义申请来台，伫汉光41号演习期间自由行款待，伊的直播影片包括汉光操演的敏感区域。叫外界日记有国安的记录。近期也发现有这个中国的所谓网红随着汉光演习的这个不同科目跟地点进行拍摄，那这当然会影响到我们的军事安全。移民署讲，中国人来台湾做专业加商务活动交流，必须透过邀请单位线顶代替申请，先由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审查身份资格符合规定，而且必要成了后，才可由移民署查核。去年2024年，拢总有13000多人，因为发现各样客人拒绝入境，未来原来会伫审查方式甲处分这3方面强化管理。记者采访报道。
中华卡球协会今日召开纪律委员会，讨论第四代查某卡球队前教练周大英的教练证敢是要注销。卡球协会表示讲，唔但会注销教练证，而且伊规世人袂当参与卡球事务。人本教基金会就指出讲，这届是重建体育文化和体育训练相关权利甲伦理的机会。体育署要处理注销周大英的教练证案庭书，中华卡球协会爱先开纪律委员会。23下晡，卡球协会纪律委员会了后，敢若以声明公布审议的结果，注销周大英现持有教练证，并且禁止伊重新申请教练资格检定。当时因为欺负球员，情节重大，周大英重新来禁止参与卡球的事务。我的错，还是希望球员能够原谅我。教练证对我来讲 ，OK 的。那我喜欢这个项目，所以我还会继续从事这样一个的足球运动，只要有机会。周大英昨到第4代记者会对球员下失礼，强调这接受无教练证，不过伊愿希望有机会会用参与卡球事务。那所来决定行政救济也无结果，重新搁再无法度来接触上爱卡球咯。也来协助处案的立委陈佩如，也个人本基金会讲，这摆是重新建立体育文化甲体育训练相关权利甲伦理的机会。这些形塑过去传统的这种训练文化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辅导小组应该要检视的内容啊，因为它整个妨碍了我们运动选手的身心发展嘛。如果当一些选手会认为说这个事情没有什么，或是把举发者当吹哨者当成是一个破坏我们体制或破坏我们文化的人，就表示这个病很严重咯。棒球人讲，辅导小组入校除了提供个别学生的资源，亲像这个检举的学生的处境，教授甲教练因受不受这个意识、思考，也个带队方式，拢必须要重新学习，相关重要。参加教育部入校专案辅导小组会议的第4代学生会指出，体育系有伫会中提出相关的做法。把领导管理这些内容纳进教练的培训里面，让教练可以学到一些替代行为，他就不会总是要用打骂的才能控制学生或管理学生这样。第4代学生会指出，体育是讲会放伫个教练培训，对于总体系数也是运动代表队文化改造来开始做。大家希望是代志莫搁再发生，对一开始就来有方了解。记者综合报道。7月2日开始呢，这台北市298个场所禁止店家免费提供用一届着片的餐具，尚无爱甲这消费者收1块，希望会当达到这本数减量的目标。不过也是这项政策呢，有真侪民众唔知影。台北市环保局表示，目前到年底拢未发钱，未来也会加强宣导。真侪人会甲3顿包顿去食，也毋过自7月20日开始，台北市府规定讲，市府列管的298个场所。亲像公家机关、学校、儿童新乐园，甚至是台北地下街等等的店家，袂当免费提供用一届着平定的碗、箸甲汤匙啊，尚无爱甲消费者收1块，希望促进民众有环保意识。有民众表示，还阁唔知影这个政策，也毋过有民众讲，若是要收钱，就会拍算家己砸。没有，不知道啊，就外带自备就好。当然就是带着自己的自备餐具啊，也是 OK， 对啊。我觉得就提倡环保了。我还是最希望他们有可以循环使用的餐具。也毋过，到店家反映，目前也是拄到唔知这项政策的人，一个会讲是应该消费者偏，店家希望台北市府爱搁加强宣导。影响蛮大的，因为其实以这边的场域来讲好了，这边都是分食文化，所以客人通常会点了1份餐之后，跟你索取2到可能4到5个餐具不等。那如果以店家来说，其实我们当然在餐点的成本上面就会上升。环保局表示，这个政策是照台北市政令自治条例实行的。目前有请一寡餐厅提供循环餐具，冇咧甲店家宣导。另外，也有大海报宣传。环保局预估新措施实行了后，预估台北市一年通减少2700万的一届性的餐具。我们希望能够鼓励重复使用，来减少垃圾量的产生。在这个政策施行一段期间之后，我们会依成效以及民众的配合情形来检讨评估是否扩大适用的场所。环保局指出，这个政策到年底之前拢未发钱，也毋过明年元旦正式实行了后，若是互人检举，就会罚3000到1万块。环保局讲，这段时间会继续加强宣导，希望消费者培养家己炸餐具的习惯，促进本色减量。记者桂宗林、曾俊佑台北报道。讲到婚姻的农业是真欠人，婚姻县政府就举办就业博览会，整合各乡镇的农会要找农务师，拢总190名。若准通过面试呢，就会当透过农会来派工课。
在这块大树的前后，拄好是离奇稻仔要播产的时阵，分林的农民正无闲。虽然这马播产大部拢是用机器，不过一寡工课也是爱人工。你要一时一刻，较可能，无可能啊，但嘛是爱切着，太艰苦咧，对不对？你若讲啊，工作4小时，然后啊无就加班电话钟啊，那天气允许啦，无当做安尼啊。婚姻关系农业大关，不过这马人口老化，少年人拢出外打拼，造成县内农业常态性欠工数是到3000人以上。所以县府7月26日就业博览会召开2000个会，包括各乡镇农会要找190位农务师。那这些相关的一个农务师的工作，目前的薪资是以时薪来计算，每工作1小时的话，基本工资是190元，那再加上农业部补助的50元，所以时薪的话是240元。那相关的农务师每天工作的时候，还有交通津贴50元。云林县政府罗清楚讲，农务的工作虽然真辛苦，不过农务师基本薪水比一般的服务业薪水较悬。民众若想要找头路，除了到就北会农务师专区登记，会当直接去农会问。那面试通过就当随媒合上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湾北海地的数量存无到50只，荒野保护协会和台湾马祖鱼保育联盟办北海地观察的课程，培训志工利用这吊镜加步侦机来记录台湾北海地，希望进一步来观察北海地的数量甲特性。一群人伫彰滨工业区的山西水道边，摕千里镜观察到北海地的影子。荒野保护协会甲台湾马祖鱼保育联盟合作举办北海地陆地观察的课程，除了要互民众知影北海地保育的困境，嘛要培训北海地的观察志工。伫上课时阵就有讲到，迄北海地即马拄到迄开发的问题，所以就来遮看卖因即马的现况是安怎。是希望把白海豚现在遇到的困境推广给更多人知道，然后也教他们怎么在岸边做入关，进行入关。一整天的课程之后呢，就可以参与当作是入关的志工。主办单位指出，目前台湾北海地的数量存无50只，海上风电开发的噪音加干扰对北海地的生态有真大威胁。这届课程有安排陆地观察加无人机教学，要来观察北海地的品性加数量的变化。有的几啊只可能伫海面下骹咱看袂到，啊若无人机飞出来的时阵，咱就有法度去记录伫海面骹佫有几只，啊咱家翕起来，咱嘛知讲伊的行为是啥物。希望了解咱北海地的生态的特性跟是不是受到周遭开发的影响，所以咱来做这安尼记录，来互开发单位甲政府知影讲，咱的开发行为爱安怎受到限制。保育团体表示，过去的观察记录都捌发现风电业者的施工船干扰到北海地，或者是施工的漂线浮球影响北海地的活动范围。透过观测，会当了解工业开发甲环境变化对北海地的影响，这拢是真重要的保育参考资料。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高雄高山有一搭透天厝工地行中道5楼尾这墙围啊，伫咧灌浆，可能是这帮无顶了无好势，阿摩陀刷楼对边的停车场去，背书是水墙共款。这监管处派人去遐稽查，发现工程有欠点，当场要求停工，也先罚5万块。高雄高山区这栋5楼高的透天厝，当咧进行城叠的灌浆作业。不过这阿摩陀刷哪灌哪漏，甚至佫规个对5楼楼对边的停车场落来。强要规工道的阿摩陀，就亲像是一道水墙共款。附近住户看到将画面打伫网络，有民众来看车，看到画面才知惊。伊讲加载车无等伫咧遐，还蛮扯的这样子。哎呀，好险没有停那边，不然停那边感觉很火。对啊，目前应该是还好，看起来还好。真正好加载，灌浆的时阵无人无车伫咧下面，才无造成严重的伤害。监管处接到通报，也随会同相关工会技师到场稽查，虽望无立即成为危险，不过因为包括灌浆的方式甲帮无的工法拢有欠点，监管处也当场要求停工，同时针对起造、先造甲监造人分别裁罚5万块。初步判定应该是灌浆的方式以及它撑模的部分有瑕疵，那对于立即危险跟公安全的部分是没有立即危险的。当然这个工地我们已经立即责成勒令停工，并依建筑法处罚。一楼落来的阿摩陀工地人员已经处理好势，不过所过阿摩陀水却拢赶对水沟啊去，这部分环保局讲已经违反废清法，相关罚6000块。监管处强调，
落尾厂商提交复工计划书的时阵，也要求紧，爱将最高的阿嬷图处理好势。记者柯家祖、柯昭阳、高雄仓报道。台南市风台和台南七股还有西寮的爆花放弃，今麦搁再撞到这天文大楼边啊，盐台这搭呢已经阴2天拢无退，市道176线这地势较塌，海水直直灌入来。水利局也利用这贴刷地下来应变，按算2礼拜内会完成爆花贴管的工程。水地最参路面平悬，期期开始大流，地处台南7股盐埕内底，市道176才出现淹水，水深到半个人悬，车要驶入去根本就无法度。这摆淹水唔係因為大流，主要嘛因為台南市風台時，西寮一帶爆花有破坑，損害甲真嚴重，加上大流排水，海水倒灌。造成半仔寮海水倒灌入去盐埕里，附近居民拢心驚驚，拢看到像頂日仔徛街，大家拢做水災。水災過，大家拢。规个拢高兴个啊！你看靠棚啊，拢拍去啊！啊，即摆有惊水灾意外，规村个人拢爱走。叫啊，淹起来就爱去处理啊，无要淹起来吼，这流水就淹下面烧啊去。啊，所以敢会烦恼啊？烦恼啊，煞袂。水利局讲，风台过后，因已经有派人赶紧去完成医护爆花补强，保证7股176市道受雨轮流失，造成地势较低会出现淹水。现场已经出动人工甲机械，嘛咧贴刷地啊。因按算2礼拜会完成现有的盐埕道路加灌工程，通降低附近社区搁做大水风险。经评估积水尚未影响社区，黄伟哲市长要求水利局立即筑起第2道防线，将于今日持续针对盐田土堤运土加高。这摆大流对22到27连续6天，加上低气压影响，天气无稳定。那台南、屏东、东港、东定里平常淹搁较悬，就算即阵管区参相关单位有刷动式的抽水机进驻，不过由于是淹水，一直到透早7点外才退。这几天乡亲在特别细腻。记者上柯品哲，台南、屏东采访报道。讲到即届风台造成南部地区电信信号和网络拢断去，甚至连电视也无多看。业者是答应讲，伫个7月底进前会恢复。也若说发布也当咧规划要来强化通讯的论述。台南市风台甲南部算得较真厉害，部分地区的信号和网络断去，甚至有的电视嘛无法度看，互当地居民真恶接受外界消息。电信业者回应讲，目前已经派人力加强，上近7月底就会当全面恢复在前的信号。另外，电视业者嘛讲，电视信号的线路需要配合在后的中建，已经加派卡手，希望量早恢复。来看哪一些这个基地的涵盖情况，会做所有这种叫做评改优化的工作。我们定目标7月底能够完全维护这个整个用户的通信的品质。因为它的断感、微感需要清理，所以它会把去部的缆线收掉。所以这3区呢，我们不是抢修，而是要重建。好，那重建的过程，我也紧急加派人力。国家通讯团部委员会表示，目前信号也无改好的原因，和目前建设的是临时的基地台有关系，已经有派行动基地车去支援，也毋过目前车的数量无够，未来和各单位参详，敢通增加数量。另外，数发部表示，经过这届风灾，显示台湾应变的能力也无够，亲像提供卫星信号的基地车，敢若20多台，未来嘛继续增加基地车的数量。卫星中继台都散出去的都还不够，那我们也已经开始盘点，就是说今年的预算跟未来在后复原的预算，可以优先让 NCC 现在管的这100多台通讯车都先把支架装好。数发部嘛指出，目前已经和各业者咧参详通讯的基地台会使共用，嘛开始安排未来预算，希望会使全面加强通讯的系统。灾害若是过来，才袂造成通讯中断的状况，互民众会使安心。记者桂宗林、曾俊佑台北报道。台南市风台扫过台南的溪北地区，也有12000户的厝受损。市政府有设3个服务中心，方便灾民申请租金补贴和这税厝的咨询。针对慰问金补助也会简化流程，只需要申请书、损害相片和银行的寄金簿啊，就会当去申请啊。台南溪北地区风灾过了，电来啊，民众开始整理家园，因故真侪厝损害无法度继续住。因为大部分拢是市道人住的，要申请房屋财损的补助，或者是农产补助，唔知安怎写申请单，证件也传无够。真侪市道人拢希望政府当放定加简化规定。超过30平就是伊10万嘛，超过6平就是5万嘛，嘿安尼，我哋用安尼较简单的甲因互因看，因就真的不知道。为了要解决这种问题，台南市政府已经要求各局处的人员到每一个区公所成立联合服务中心。
或者是直接到每一个里去接受申请。逐工拢会检讨接受申请的流程，随时做调整。只要带着身份证、存折影本，还有无损的照片，填好了申请书以及领据，也就可以申办了。那市长黄伟哲呢，要求一切要以便民为主。市府的相关的局处，像财税局或者是户政事务所，也会来帮忙调资料。那农损的部分呢，也请出了农会来进行协助，尽量的来弹性因应。除了补助以外，台南市政府都发局也伫咧7个区公所、麻豆专门市政环境园区、深夜办公室设点，协助符合资格受灾户申请租金补贴，每一户一个月会当领2000到4000块，依照受灾证明会当搁再加1.2倍。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最近，蔣渭水文化基金会有举办台语营队，希望透过音乐、绘本、歌戏等方式，替囡仔打造全台语的环境。营队老师讲，即届参加囡仔台语程度虽然无介好，不过若准开嘴讲，就有机会复真台语。伫台顶教囡仔12星座的台语要安怎讲？老师问问题，囡仔拢积极抓手要回答。不过，若要求囡仔用台语回答，可能就无法度像华语遮尔练倒。老师希望透过鼓励，互囡仔开嘴讲台语。你会讲台语？我是会讲台语啊。我讲台语时会讲较慢，爱想较久。但我讲国语的时候可以讲很快。我在这课学到了那个星座怎么念，处女座，然后下手座，然后摩羯座。蔣渭水文化基金会伫台北有举办台语营队，今年已经是第2档举办，活动拢总有5天。基金会甲内湖的立山国中借场地，真侪老师拢替家己的囡仔报名，也有老师因为后学期爱开始教台语课，所以嘛专工来听课。这学校有一寡老师因为因后学期要开始教台语啊。因可能头一届接上，因可能嘛唔知讲要安怎教，啊想讲阮遮有一个营队吼，有一个营队伊会当过来，然后个看嘛讲阮安怎交小朋友来做一寡互动安尼。台语营队用音乐、游戏、广告的方式，予囡仔有讲台语的环境。伫咧湘北、基南和台中等等，拢有办营队。营队老师讲，有的囡仔甚至听无台语，不过这就是复正台语的过程，需要用耐心，豆豆啊，甲咱的母语捡回来。记者台下选谢桂玲台北报道。1960年代，南投埔里青菜的产量占全国8成。伫咧当地有一个龙南天然菜博物馆，保存完整的制作过程。这项青菜的生产技术呢，南投县政府伫年初也甲登录做无形文化资产。做青菜已经是第6代的76岁博物馆馆长施玉富和伊的后生施仁良，也登录做技术文化保存者。用布来过滤青菜。早期青菜定用伫碗盘、家具等等来保护甲装饰。施仁良是南投埔里镇天然菜产业第6代继承人，伊的老爸施玉富伫1996年成立龙南天然菜博物馆，是全台湾唯一他予民众认捌天然菜产业完整流程的所在。希望说能够真正传承了，因为台湾的这个漆呢，算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了。那埔里这个地方呢，就是当时透过这个漆啦，那世界很多都知道这个埔里呀。民都做成透明漆或黑漆之后，然后直接拿来做漆艺。我们这个是整个前半部全部都包含在里面。1960年代，埔里的天然菜产量尚无占全国8成，后来因为互化学菜取代，和复杂的社会因素。产业豆豆啊行路行，为了保留这项珍贵的文化资产，南投县政府甲台湾天然菜产业技术公告登录做珍贵的无形文化资产，嘛认定饲甲伯仔囝是技术文化保存者。伫户外教学的部分不管是伫在咱的这个龙南的这个天然生漆博物馆遮来做一个 DIY 来做一个认识，嘛会再来邀请咱天然的这个生漆的博物馆，因会当去学校做宣导。埔里镇公所表示，望透过文化和技术的保存，未来有愈侪人愿意来学习这项技术，和台湾天然菜的艺术文化会当继续流传。记者辛欣怡南投报道。
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乌克兰自发生俄乌战争3年半以来，头一届大规模的反政府行动，上千人上街头抗议总统泽伦斯基签署检举2个反贪污独立机构自主权的法案。这2个机构当来调查泽伦斯基的心腹。泽伦斯基是强调讲，签署法案是为着防止罗西亚情报单位的渗透。大批乌克兰民众日行上街路抗议总统泽伦斯基签署法案，撤销2个肃清机关——乌克兰国家反贪局甲专门反贪腐检察院的自主权，该由检察组长直接管辖。检察组长是由总统任命。根据法新社的报道，乌克兰国会以263票赞成、13票反对通过法案。投下赞成票的多数是泽伦斯基所属的人民公布党机关。迄日半暝啊，议会网站显示泽伦斯基已经签署生效。不过，这款的举动引起民众的不满。几点钟了后，就组织伫基辅市中心的总统办公室外口示威抗议。这也是俄乌战争爆发3年半以来，乌克兰头一摆出现大规模的反政府运动。If actions won't be taken, I think like in a day or two you will see a lot more people here, and they won't be as peaceful as before.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这2个反贪机构关键一直伫调查泽伦斯基的亲信，所遭到安全部门指控已经和罗西亚情报单位渗透。泽伦斯基表示，伊安尼做只是为着反渗透，也毋过反对者批评这项法案的通过，等于是强化泽伦斯基的权力，互政府会当插手重大贪腐案件。Різні виклики. Ми все це обговорили. Антикорупційна і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а працюватиме. Тільки без російських впливів. 这摆抗议的民众多数是少年人，除了平民之外，也有军人。也毋过现场会当讲无出现警察，就伫总统办公室外口的路上头前，像平常有少数维安警官看守。抗议民众讲，泽伦斯基甲政府日渐封闭，甲兵役渐渐脱节，也造成乌克兰民众一直高打共同经过艰苦战争的国家信念出现避损。另外，除了基辅各地城市也有抗议行动。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美国伫2年前重新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过昨川政府搁再宣布讲要退出。川是认为讲美国参加这个组织对国家利益无帮助，也批评教科文组织宣传反以色列的言论。伫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了，教科文组织表示，伊拿的始作甲多边主义的精神相违背，也早着传好美国有可能退出，就着结构性改革甲多元资金，避免对债务的影响。She said she deeply regretted the deci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withdraw once again from the organization she leads. She added that in the past years, UNESCO has stepped up efforts to take action wherever the agency's mission could contribute to peace. 这是川普第2任期阁提出退出，北京的讲法甲川普第1任期同款，认为美国参加无符合国家的利益。教科文组织宣传反以色列的言论。川普今年就任签几多份行政命令，其中一项就是针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90天的审查。教科文组织中庭规定要提前1年通知，这边退出将会伫2026年12月30日正式生效。美国退出对这个组织正有名的世界遗产保护计划造成正大影响。进前自确定泰姬玛哈陵到大峡谷国家公园等重要地标建筑物的保护，也推动全球性教育加科学的发展。川普第1个任期2017年指控教科文组织有反以色列偏见，债务管理问题需要重大改革等理由，宣布要退出。2018年年底正式生效，正这观察员不是成员。这边个退出是因为中国总统拜登2023年重新个参加，当阵伊的理由是会当帮助对抗中国的影响力。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北半球热到要害起规个巴尼干半岛呢，上热有到40度。希腊的观光景点卫城，佮因为伤过热，暂暂停关5点钟。这户外工人就要暂停作业，也那这观光客呢，会拢比较去有的所在。希腊日头正猛，伫雅典国会大楼头前的示威全副武装，徛甲规身躯干，爱边仔人斗相共吃干。第3摆遭到热浪，气温较袂着到40度，互来到遮观光的游客也感觉是挡袂牢，较紧找迎接日头的所在。So it's been a little tough so far. Been in the heat, not the greatest feeling ever.
I didn't really plan for this, didn't really know there was a heat wave happening. We had to wake up at 5 o'clock, start our traveling early. We visited all the beautiful seasides here. Lots of water, lots of ice cream, and sunscreen. 上受欢迎的古迹景点卫城，自治场内拢无人，原因是气温按算会降到43度，所以连续2日为中到12点到下晡5点暂时关起来。另外，巴尔干半岛最近已经遭受第3摆热浪，观光景点因为伤过热影响游客。当然，伫外口的工作者也用要白丁白当。劳动部指出，伫雅典甲其他的所在，包含快送员、外送员甲建筑工人在内劳工，爱为中到12点到下晡5点暂停工作，因为气温按算会降到43度。有严重健康问题劳工也被建议婉拒工作，避免热衰竭。伫蒙地内哥罗的考古遗址，专家也感觉是热甲真艰苦。 Летно време е малку потешко затоа што дополнително на прашината имаме и високи температури, некогаш и плюс 40 како што е денеска. 伫意大利南部摇热浪，西西里岛居民甲观光客想尽办法，有的比伫阴险之下啉水，不少人也咧替雨伞，或者是提出小型的电风。顶礼拜发表研究指出，为2014年7月以来，因为野火摧毁食物。 雅典周边部分地区的土表面温度超过10度，这热浪按算会转好，不过民众爱准备，甲这么热的天气长期抗战。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吉人台北桃园新竹对25度到32度。 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2度，平遥金门马祖对26度到33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Thank you.